我才是你女朋友，她只是你的合作伙伴。青青，我觉得我已经解释得够清楚了，你就不要无理取闹了，好不好？这么晚回家，怎么不打个车啊？不关你的事。生气了啊？别生气，下次一定去接你，啊？你为什么挂我电话？我当时在开会。别生气了，等我忙完这阵子，一定好好陪你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反正你也不记得你有个女朋友。青青，天气冷，快上车吧，别感冒了。我也很累，想早点回家睡觉。嗯。江敬玄坐这儿了。他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就送了他一程。我是问你，他是不是坐副驾驶了？是。我不是说过不让他坐这儿吗？青青，青青，青青，你听我解释，今天那真的是特殊情况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你不让我跟张颖联系，却整天和江敬玄在一起，什么叫特殊情况？怎么什么事儿在你嘴里都变得那么理所当然？有什么情况他一定要坐在这儿？别闹了，我已经好几天没休息了。是，我是该理解你。你累，你忙，你需要开会，你有你的特殊情况，可是我呢？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差点……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？你随叫随到的宠物，还是你空闲时候的消遣啊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今天不舒服，所以我才让他坐我的副驾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。我是不懂事，是幼稚，我做不了你事业上的好帮手、好伙伴。可是顾南州，你别忘了，我才是你女朋友，她只是你的合作伙伴。青青，我觉得我已经解释得够清楚了，你就不要无理取闹了，好不好？你觉得我在无理取闹？你要是觉得我无理取闹，就算我无理取闹吧。我走，行了吧？